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新股速遞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晶峰醫療啊，係 B 仔股嚟嘅啊。換言之就未有盈利嘅公司方面咧，就去研發一啲所謂叫做醫療機械嚇。咁唔算得上係機械人行業啦，因為現成其實都有啲微創機器人嗰啲係一啲儀器啊，你多啲應該當佢係一個儀器，就唔可以完全當係而家市場上面最熱炒嘅機器人啊等等。咁但係我都相信應該有啲炒味喺度嚇。12月30號開始招股啦，1月5號早上咧9點30就截止認購嚇。上市日係1月8號嘅，發行價格係43個2毫4啊，入場費每手大概係4300蚊多啲。集資額逼近12個億嚇，咁我會認為行業就中性啦嚇，咁就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即管去認購嚇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